SpaceX 2026年嘅股價預測。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。如果有興趣咧，都可以訂閱嘅。咁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都可以訂閱我個 Patreon 嘅。咁今日係2026年嘅6月14號。咁全球美股大戶同埋散戶都熱切期待嘅新股 SpaceX 咧，喺6月12號咧就終於都正式上市啦。咁相信如果有幸抽到 IPO 嘅散戶啦，恭喜你啦，因為咧已經可以獲利啦。因為 IPO 價咧係每股嘅135蚊啦，而收市價咧就係160蚊嘅。咁我自己個人咧就冇玩新股嘅習慣嘅，呢個咧只不個人習慣啫。咁主要係因為新股啦，就冇歷史圖表，就好難猜測嘅股價走勢嘅。咁 SpaceX 咧喺2026年嘅股價預測會係點咧？嗱，我只能夠話咧，Elon Musk 2026年嘅財運最高峰咧，將會喺10月嘅巫術月。咁 Elon Musk 本身咧係甲木日元啦，咁本身都係己丑大運發跡，咁亦都係作為代表係起土嘅。咁所以散戶們啦，餘下日子咧係有跌嘅話咧，都可以分批買入㗎。咁不過咧10月咧偏偏係有唔少股都破財，咁唔知道到時咧係會發生乜嘢事啊？咁呢個要再睇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係逢 SpaceX 大跌咧，都係唔錯嘅買位嚟嘅。咁大家密切留意啦，要。